有没有受伤啊？哎，你不要摸了。哦。喂，你跑去哪了？哦，我在找点东西。大晚上的，你去找什么东西啊？暂时保密，我一会儿就回来，回来去找你。我不管，我现在就去找你。不用。哎，缺个腿还乱跑。是你，苗里，苗里，苗里，谁在那儿？苗里，苗里，快起来！你怎么样？没事吧？腿有没有受伤啊？哎，你不要摸了。哦，没事。我记得刚刚好像滑了一下吧。那你刚才看见什么人没有啊？什么人啊？没事儿。你瞧你啊，瘸了个腿还到处乱跑，要是伤再加重了怎么办？是你吧？你大晚上乱跑什么啊？我跑了，可是我没受伤啊，哪像你这个倒霉体质，要是又出什么事该怎么办？我能出什么事啊？说了你也不知道。所以你大晚上跑出来，到底在找什么？找萤火虫。萤火虫？为什么？因为一个人。一个人？那你找到了吗？不找了，赶紧回去吧。我拉你起来，能走吗？我拉你，你倒是起来呀！是你没使力吧？我使劲了，是你自己没使劲儿。你不是说你在找萤火虫吗？那边。那边。你看啊，满天繁星。谢谢你提醒啊，好敷衍哦。所以你找萤火虫，到底是要给谁的？不告诉你。随便你。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在另一个世界，你会是什么样的人啊？啊？我是不是又问奇怪的问题啊？没关系，我已经习惯了。别贫了，我服你。
你们去哪儿了？我们没去哪儿啊。对了，小桃呢？里边帐篷里。那我先回去了。苗队长，不是我说你，你腿受伤了就别到处逛悠了。对了，我想问你一个问题。什么问题？你喜欢萤火虫吗？什么？你喜欢萤火虫吗？啊？没事。哎呀，继续啊！不喝了，你耍来。我耍什么来了？你平时一杯倒的人，现在能喝那么多，还不是靠仙术啊？仙术又怎么了？反正你喝不过你就认输。是喝不过了，来就来，谁怕谁啊？停啊！我一不在，你们俩就瞎较劲，是不是？不赖我，是他非逼我喝的。臭狐狸，你不告状会死啊！让你再犯贱！你给我闭回去！哎呀，小桃，你别闹了，哎，过来。哎，你刚刚跟苗大神去哪儿私会了？正好我有事儿跟你说。哦，你狐狸，你还抠死了个尾巴呀？咦，还会动哎，好萌啊！电动的。哪买的？网上买的，自己买去啊。哎，还挺软的呀，不会是真皮的吧？啊，你这略带小动物呀？咦，真的好像是挺软。对吧？假的，够了吗 ？OK，假的。